各位本坛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命书店，以及咱前任在地的领导安排，到今日这个发挥，那么互我承受前任的使命，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到底在目前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文正宗的法门是叨位？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叨位？第三点也要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叨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乐家园因这个题目，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美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美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尾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有当就是经济衰无，有当是真明确，初佛到二佛，二佛要到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什么做什么做安尼，家己是什么所以今仔日咱一贯真理天道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佛中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的交接，迄个所在就用得起迄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美乐家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美的英文天命来传承美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讲咱一贯的祖师是美的佛，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美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伊讲美的是56亿7千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摆来讲美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咧，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嘛毋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这句话，咱莫确实的明白，美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咧，这释条的物了，马上归美的导数，美的导数偌久？导数56亿7千万年，咱这个是美的下阎浮提度众生，又毋是讲56亿7千万年后美的祖师来度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所以伫这个上生经内咧记载。那么我今仔日摕来和咱各位来互相探讨两本经，拢有安尼记载。第一本就是这个大宝这边摩诃迦叶会内底有一段是安尼来记载伊讲以时世尊即身右手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而之真觉神经所及，其机将实如莲花，以摩美力变，足如是然。美力我护着你，当来世护500岁，正入灭时，你当修护佛法正报，莫令断绝。那么就这个原文，各位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明确交代的所在就是讲咧，世尊伫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揪出伊的右手揪出这个右手出来伊讲犹如金色，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的伊无量而之真觉进来神经所汇集的这个手，所以就是这个手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镜头亲像莲花伊讲手指如莲花的色来摸这个美的变比较矛盾，比较受记，就来讲讲美力我护着你，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运甲你护着你护着你，但是当来世护500岁的时阵，正入的时，你讲就是你爱来修护佛法正报不能断绝
那么底下让咱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河五百岁？河五百岁，就是因为你这个失调啦，伊了解未来，伊咧看以后啊，这个政法的形势，伊家分做五段，一段拢500年。第一个500年叫做解脱建国期，也就是会学建国期，就是讲迄当阵大家离佛经，会当接受到佛的研究，也无去走进去，所以当阵照佛的研究，俺无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解脱建国期，也叫做会学啊，智慧的会学的建国。那么经过500年后咧，已经离佛已经500年啊，所以迄个500年中间咧，大家咧透过禅定，才能来体会到了到底当时小经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规讲500年到1000年中间，这样子啊，大家咧拢总一个学禅定，这个所在，你就体会了一个做如来心法。所以到即马目前地人英文，还阁有人一个讲啊，你一贯道吼，无咧坐禅，你唔对啦。其实我来讲，咱讲这句话人伊唔对，伊落伍1500年，已经落伍1500年，因为这个你1000哦，7条4、500到1000内底，这两阵是禅定定过。那么经过这500了后咧，5条的人不可说不可说，无5条的人坐到4年无，所以人怎么样啦？这个就是用问啦。到底你是5条还未？你嘛讲一个我听看嘛呢？所以人阵咧就开始啦，决定哦，1000年，释迦是1000年到1500年，这样叫做多元建国。这样子咧就是刚经下来上界上升的时阵。那么他经过500年，这样子啦，为着要刚经，为着要分析正呢，为着要分析，为着要接受较多众生，所以人阵咧修正起妙，修正起法。哦，迄当阵叫做塔寺建国，因为啊，离佛种起啊，只有存相法，哦，相法就咱相片一直相，相片的相法，但是讲咧用个看佛的影响来做信仰，所以人阵啊，他啦、庙啦、寺啦，去特别多，就是看到佛，哇，啊就安尼一直拜，大家发心起来安尼咧。那么经过500年，这样子啦，我拜无啊。这样子啦，就开始啊，叫做道正定国时。道正就是讲修正啊，这派无道啦，咱这派才有道啦，这派天然的啦，咱这派才是正宗的啦。哦，就开始这派每一派，这派每一派，这派攻击一派，这个教门攻击那个教门，叫做道正定国时。那么这叫做尾啊，叫做后500年啦。哦，从第一个、第2个、第3个、第4个啊，第5个叫做。最后迄个哦，所以释迦就是讲，伫这第5个500年过了，这样子啦，大家讲要修呢，大家讲要修正，他就正法知道入去啊，这样子咧，就是你就爱出来，啊那修好，互咱全部不能断绝咯。所以各位，咱即马大概佛历已经2560几年咯，就是讲释迦佛咧已经入凡2560几年。转入你的英文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有经典的记载，哦，有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内容去呢。这是第一个要咱讲报告，第二个要咱讲报告，咱就是摕到这个弥勒上生经，哦，内底就是这个释迦的地主，真出名地主叫做优波离。有一天啊，听佛在演讲的时阵啊，伊啊心血来潮啊。伊就来问这个释迦佛嘛，哦，伊来问释迦佛啦，伊讲，师父啊，你讲这个阿育多就是咱女的名，哦，伊直接翻译叫做阿育多，翻译中文叫做无灵性哈。你讲这个阿育多未来的做法，如果啊，无你看伊坐禅，啊，无你看伊修。到了伊是怎来做法？好第一段因缘啊，释迦讲哇，问了真好吼，伊讲提听，恁大家注意听，唔是干那伊不你听，大家拢注意听，哦，所以伫个内底啊，要说出一段因缘，哦，伊才讲咧，这个你莫看这爱多哦，不修禅定哦，无做禅哦，这是伫即马过12年后的2月15，伊会等伊的国家乡，咱较早嘛个讲着，伊会等伊的国家乡咧，来去入团哦。伊新知识，迄个光彩就如千大日，
上升去都是道天做天主，只要要受众生哦。哦，所以讲你莫看讲伊无做什么，你莫看伊有一套伊的特殊的方法修道方法。哦，这就是咱今仔日一贯地主为什么咱无强调做什？哦，这就是你的祖师的风范，咱较等下会讲到。那么，伊这个当中呢，伊再个讲啊，伊讲伊波利啊，是弥勒菩萨啊，以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归依处。各位重点就是这，这个弥勒菩萨不但讲伊等于都在咯，伊个是未来世众生的大归依处。众生若是要有所解脱，众生伫这时间要定这时间，一定要归伫弥勒啊，叫做大归依处。哦，那么伊讲讲因归依弥勒菩萨者，当知是人以无上道不退转。所以咱今咱的介绍就是这样。这2500年前，如来亲口演说，假使讲伫5500岁，那咱归入弥勒地主为弥勒灌输人，伫迄个无上道，就是最高、最上、最妙这个法门内底啊，各当得着不退转。唔是刚才讲入这个最高法门咯，讲入最高法门，佮退转倒出来，那是无效呢。哦，就是讲个今仔日，乃咱追求弥勒，依照弥勒祖师的方法来修持，那么咧，会当伫这个无上道得着无上道以外，各加保险就对啦，挂保险不退转。哦，这是伫佛经内底弥勒上身经内底啊，也记载得真清楚。所以今仔日咧，咱一贯地主咱讲弥勒祖师应运普度三族，各位对咱家己有经验。不管大人安怎讲，对咱家己有经验，而且有经典的记载，含伫多一本经，今咱拢有甲咱报告。哦，咱登记咧，不妨家己会使去参考一下呢。哦，那么今仔日咱对了解目前是弥勒应运的时阵，哦，以头了这两年内当了解是弥勒应运，但是咧，到底是弥勒应运将来，咱是要去倒位？咱是要去倒位？咱大家拢讲无极理天，讲要等无极理天，哦，那么到底要等无极理天，意思就是讲无极就是讲有无限期，一个真逍遥的所在。啊，这个无极真逍遥所在，就是叫做不退转道嘛，就是无极期啊嘛。那么要去倒入去，哦，那么其他的有其他哦，对咱小可有偏见的宗教，伊嘛是会甲咱吓了。他讲各位。你信你的祖师啊，真正对来讲啊，你的祖师的道出天、道出净土是伫欲界的第四天了。你将来才到了欲界尔呢，你还无断轮回呢。哦，安尼你敢对？所以咧，咱有一贯地主啊，也真济哦，看到作惊着，哎呦，有啊，这个欲界天尔。哦，那对面修个这样，啊，主要对什么个，这样那个什么跌落世界，对什么个当然那个真跌落世界，于是而且我用各位来报告，原来你的他们的书信就是书信的这点，书信也就是书信的这样，就是讲咧，咱每一个人在咧修办的过程，别人认为是在家修，在家修大家拢有头路，大家拢有职业，大家拢有家庭。修到规工，修到要死的时阵，你有可能断欲无？啥物能够？你有可能把你的欲念拢放掉无？无可能。那么既然你在规工的时阵，你的灵性中带着欲念的这个你的灵魂带着了欲念，你要交代？你在干嘛？欲界天呢？你要交代？你带了欲念嘛？所以你的早就早的圣经你这点，所以都要办理，安尼有注意无？你知影讲，阮这道孙后摆一定惊你遮来吼，我都叫等你哦，真正呢，今日今仔话要来这个生意讲堂，唔知影位，有真人讲，今日做咩？我到中山机场等你，你看我有做方便无？做方便嘛，所以你的道孙就是知影讲，咱要回天，咱要自不退转，依然这些根本就修袂到，绝对修袂到，所以用伊无量接修的神经。来创造一个弥勒净土，就是这个所在，要给咱练不退转的所在啦。真正讲咱来讲甲道出地天，咱接受弥勒会给咱练不退转，咱就是咱的目的就够啊啦，就已经够啊。哦，所以讲咧，希望各位这是这样，按咱来清净咱家己。那么有什么记载咯？人看
我即摆就是讲咧，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这个米的净土的属性。那么净土大概可以分作三类的净土。那么第一类的净土叫做究竟净土，达到某一种究竟程度，为你究竟究竟净土。这个究竟净土咧，就是讲咧，出来因积极无量善功德所表现出来一个用伊的功德，让体验众生无灾无难，这个所在叫做净土。这就是咧佛因所有的人无所接触来善因，会能接住一个善土，这叫做究竟净土。那么第二种的净土咧，就是叫做他受用净土，他是用别人去用的啦。就是大乘菩萨因在某一世内底修行，但是因并无用理性修来善因，伊无法度得一个善土，无法度得一个净土。这样子呢，就是由佛来得一个净土，来和这个大乘菩萨在迄个所在享受。这个第二叫做他受用净土。那么还有一种净土，就是叫做方便乐受众生的净土，方便来受众生。方便乐受这个众生的净土。那么这方便乐受众生净土伊就是讲有真正众生，伊发大乘心，伊行菩萨道，如果伊修一世人还佫未成道，伊一世人发生，一世人修道，但是伊还佫未成道，对嘛？但是我嘛讲话伊去出专论，嘛退算是足可惜。如果我话像净土样子，我话伊讲。但认为如果无够多，是安怎？所以咧，这一个方便乐受众生净土，会甲你一起来净土，再甲你教互你去破解。咱米的做这个净土第13点，叫做方便乐受众生净土。所以就是因为有米的这个因缘，而且甲咱各位讲，假使讲下早来就到修道了，你发大乘心，发欢喜心，下早来归功，照常登记你的净土。你已经发做欢喜心吗？已经发大乘心吗？虽然你大乘心嘛，不过你还未去做，你就猜测哪个呢？因为你大乘心发了，照常登记，就是咱各位了解。而且讲，咱伫一贯道门内底，教你讲一世修，一世成，有原因，有根据，不是咱安尼跟人说口头凊彩讲甲咱骗出来，有伊个相当的依据伫遮。就是讲咧，你下当得到你的祖师。甲你乐受等于净土了后咧，你的祖师随着咱的宿缘就甲你教，就甲咱教到互咱去退转，所以这就是咧，咱今仔日对你的祖师修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其中之一。那么，尤其是这个你的净土上重要伊的观念就是，伫你对目睭看的那一刹那呢。伊的关系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遮要我们各位互相来合作。假使讲你10岁开始修道，你开始修道，你修90年的道，第91年你来咱道拜着，你看咱等于无？无可能，因为你修90年功德无够。我话道人讲前面头先讲的，今仔日来修个道，修3天，出欢喜就死去，你看咱等于无？同款会当转去，因为伊目标第爱发大乘心。大乘心，发这个大乘。第二就是咧，你的净土有你的净土以乐受的这个方法和法门，就咱留伫个第2节就配合这个三宝心来时，再来和咱各位来探讨那么这一节就是要来向咱各位报告，这是第一点你的净土的出现的第一点，方便乐受净土。第二个出现就是讲咧，10报缘的圣妙处就是讲咧。你的净土是最善、最妙、福报最大的所在。这释迦佛经中嘛是有安尼讲，就是讲咧，释迦佛甲这预报里因大家讲，伊讲次名多速多天10报缘圣妙福处，若我自说一小节中讲说一生保持菩萨的报缘，就成就者不能中心这个。释迦佛就甲这个因在地处讲伊讲这个道德道天，伊要乐受的众生有一定的目标，有他一定的目标。你大家做标准，伊就甲你乐受起来。就是咱公司，就是咱政府机关，要考什么款人员就有一定的范围，
一定的目标，不是漫无目标的。哦，所以才讲啊，伊讲这个所在是修13报应的人在大，最成最妙，福报最大的人在大，好到偌好。哦，你的净土到底是好到偌好？伊讲我自细一小节来一定拢莫讲别人讲，伊有讲你的净土的好处讲袂完。各位，咱来讲一小节几年无？哦。几年哈，你也要怎样跟你分哈？所以这个一小节啊，伊讲我持续一小节的时间，咱莫讲别项道理，刚才讲你的多数多种的好处讲袂完啦。为什么这个数目呢？伊就是讲吼，假设咱人出世10岁就死，哦，假设啦，出世10岁就死，啊，经过100年变11岁死，经过100年变12岁死，经过100年变13岁死。啊，伊就加多少人啊？84000岁，哦，多到是多少人啊？84000，安尼叫一千节咯，安尼讲一半尔。啊，这个100年人佫减1岁，佫100年人话，佫一直减到人10岁，这人份安尼一气一顿啊，安尼叫一小节。哦，你讲偌久啊？讲吼，了解啊？哦，所以安尼咱就知影讲吼，到底这个都是多人偌好吼，咱即马家己去想象就好，吼，看下安尼用。咱即马讲啥物，都是讲偌好，讲实在啦，点外钟就听我甲你讲了啦。都是昨天众人出条讲，伊自细直接讲袂完。各位，咱今日来修密的净土，要修成伫倒，咱家己摕落啊，家己去欢喜落啊，是不是啊？哦，家己等感谢咱的祖先，就甲咱积德安尼落啊，是不是？哦，所以伊才讲啊，我来讲这个一生多数菩萨的报应甲绝成果不能相信，那么伫这个所在就希望咱各位来解释，什么叫做一生多数菩萨？哦，咱点直接单师用专门师毛讲，一生多数菩萨呢，就是前月归空，后月未来中间那个多数者，叫做多数菩萨。那么前月归空这条咧办咯，后月是50来7000万年的代志咯，这个中间爱有人多数。这个多数者就是多数天主弥勒佛，就是咱弥勒多数。所以就是讲佛灭道后，由弥勒开始多数50来7000万年。哦，当然这有抓出入啦吼，讲是讲50来7000万年，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佛经的翻译吼，翻译成咱这边有一点出入吼，应该是57亿6000万年啦。那么57亿6000万年是西印度话啦，比咱中国话应该是5亿7600万年啦，一差一个年，因为印度没有万，伊是个十百千、10千、百千、千千那个亿啊，没有千万，哦，所以差一个年啊。那么为什么讲5亿7600万呢？伊就是讲咱阎浮提，咱这个世间啦吼，啊，不是讲你多出多天一天。过咱阎浮提400年啦，哦，伊迄一天对咱才400年啦，啊，伊迄4000年，你多数比较多数4000年，这都下阎浮提啦，啊，所以你用个400乘以360乘以4000，多5亿7600万。演算中，请稍后。哦，这足久，真久了就对啊。所以这就是讲，咱这个会记哩吼，你的净土，你的祖师的净土，伊的好处就是讲最善、最妙、福报最大。哦，这条讲用一节的时间就无法度甲讲完。那么第三点，咱各位报告，修你的净土，最近你的祖师来修，哦。伊的好处是对，第一就是讲咧，咱甲祖师缘近，位嘛近，缘真近，啊，位嘛真近。为什么讲缘近咧？哦，因为你的祖师伊的愿，甲其他的佛无共款。其他的佛伊要了十方的净土，多一个毋知。
那么你的祖师伊发的愿是干那要度阎浮提众生呀，伊的愿是针对咱发的，就是讲咱伫阎浮提这种大家都是伊要度的对象。因为讲咧，伊个电波已经送到咱遮来啊嘛，像咱咧看电视、中视、台视、华视，电波已经送到咱门口来啊。只要咱听得真诶，咱就看会到啊，咱就感应会到啊。所以你的祖师伊言上边就是讲，已经针对咱一个法律人，要度咱各位，要度咱阎浮提众生，要度咱业界众生，已经完全的精神趴伫这个所在，趴伫咱的周围。只要咱讲哦，祖师我干嘛互你度，安尼就言就接掉，马上就接掉啦。所以咱唔要讲求道很简单，只要你跟住头，用带你来去求道，用带你来接受你的祖师的受记。哦，就是因为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咱遮，这个叫言上经，甲其他的佛的言哦正远，伊唔是针对咱个市的，伊对别个所在、别个方向十方的众生。哦，那么你就会伊发的愿伫这个所在，为什么呢？这内底嘛佛经有记载呢，唔是我袂讲的哦，伊讲你这个本愿啊。哦，原来讲，伊讲就有众生报淫乐痴，生至十身，我以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哦，也就是讲，你的祖师本愿啊，就是讲众生啊是讲报淫乐痴，这是旧的翻译啊，即嘛新这个贪嗔痴啦。就是讲众生啊，咱把这个贪嗔痴改掉的时阵，我要伫这个人间甲众生当中成道。所以个愿是发伫咱这个阎浮提，所以甲咱上界近嘛，哦，所以人家讲咧，咱甲面的祖师啊，言上近，那么言甲近咧，容易成熟。咱过去一句讲，近水楼台怎么样？先得诶，对啦，咱因为言甲咱上近嘛，咱上方便成熟嘛，哦，那么这个言近，像如果比讲哦，伊安尼。甚至讲咱结婚的对象啦，拄住伫咱隔壁尔，啊，佮看到足水就介意，啊，每人讲我就带过来，因为这个隔壁上好的嘛，所以过去表兄妹结婚了喎，进水楼来去言上金嘛，这点名就叫咧言咧，佮伫咧亲家言嘛，言上金上快成熟这个言，所以就是讲咧言上金，哦，所有的净土，咱说伫什么十八天外、几个天外，什么色欲界天、色界天、如色界天外去哩。甲咱你的祖师的净土，头拄甲咱讲说哩到，这离咱上近，伫欲界天内底第四天，甲咱上近，啊上近嘛，要甲咱接受上近无？最近啦，哦，所以讲咧，你的祖师修你的净土，伊的思想就是讲言近为嘛近，哦，那么为什么来讲？因为你的祖师啊，伊当时伊的几个修来，伊的智慧，伊的德业啦，哦，伊的妙智慧啊，伊就是讲。为度化众生，一定要先接近众生，先接近众生，才有度来度众生。所以你的祖师啊，就将伊的净土接伫个欲界，离众生上近的所在，上近咱上好得受。但是虽然你世间内见度人无，有无？同款度无人。你多看出来，这公司迄条心声。梦啊梦啊等啊等，好过咧，等无人多顺意讲，我等无人入来，是不是？等鬼花等无人入来，所以你的祖师啊，哎不行，既然你们不来，怎么样？我去，所以将你的净土去放在人间，就是告于咱现在应用的活动，就是咱现在应用的活动。所以讲，咱每一个活动叫做你的净土，如果甲这个你的净土。跟你个弥天那个弥净土共样就对啦，哦，所以这是讲咧，伊可能上界近的一个所在，但是咧，虽然你的净土说伫人间众生当知，知唔知？唔知，啊唔知要安怎？啊，不爱家己出去人介绍啊，所以三成人各位办事员，各位道亲爱出去度人，这就是祖师的本怀。讲为咱出去度人是做祖师的工课呢，是祖师的本来咱家推动出去。就是讲众生唔敢叫你的净土，你去家介绍来，你去家介绍来，发挥咱的自心啊，来介绍大家，互大家咧会当找到这个你的净土。所以今日日咱各位，咱就来讲感谢祖师的风烛，就是风烛伫遮嘛，因为净土设伫个遥遥的所在，咱袂当亲近，因为阮嘛拍出快来。咱恶先识，伊就是愿甲咱拍较真近，
伊为说个真正无大劲，搁来放入人间，搁来用这个处理大人的这个制度，这就是祖师伊的本怀，伊的本怀。那么他跟一个新闻电视嘛讲啊，因为祖师为什么无做啥嘛？咱各位你慢慢个体会伊个姿势，伊个姿势就是讲坐了要爬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嘛，是不是这款动作？你注意哈，伊甚至咱坐禅前爬掉的，最后要爬起来是安尼起来，就是那一个动作，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讲咧，你那个英文不是多少字啊，所以那个无是上经，6多万年，因那个因缘内底6多万年的上经该注意。这个道伊的重点，伊的修持无共款的所在，这个所在，所以后边呢就甲咱讲一讲。既然今日对面的祖师有遮尔好，遮尔加好处，方便入修，过来啊，定经、威压经，过来就讲最善、最妙、福报最大，不但干安尼了，你的净土啊，伊都一个好，较好的所在就讲伊方便修持。伊方便修持的为什么讲伊方便修持呢？因为这个是祖师伊修办的风格，他的风范，他的风格。那么咱今日要做到你的惯习，当然咱来随着你的风范。可能咱今日要来去美国生活，你一定要接受美国的法律，你一定要承认他的法律，接受他的法律约束，你这个所在才能安顺。同款，今仔日一个外国人要来到咱中华民国，伊要接受咱中华民国的规律、生活方法，伊才是这个所在带来的所在。那么咱今仔日做个你的祖师的惯习，咱也是同款啊，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方法，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本怀，咱要到切合祖师的心，切合祖师的意，咱这个所在唔才会咱自在，来个祖师成为一个真好的惯习啊。所以讲呢，咱来看这段因缘啦这一段因缘头拄有大家介绍过，咱怎么把这个原文来念给咱知？就是你的因缘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两点是咱作有的特色。就是讲这佛啦，这优波离来问这个问讲世尊啊，你讲这个阿育多动自动作佛，但此人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佛你对讲这个人生活无疑，此人临终到底要生伫倒一个国土呢？佛则甲这个优波离讲此人将近12年后，命中必得往生到天上为天主。那么祖师为什么会选这种呢？的方法呢？为什么会选这种？因为什么伊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呢？就是因为祖师伊知影讲伊将来要入修而切后归空后2500年，这中间调到伊要来入修这中间已经叫做正合入去啊！这个时阵呢，叫做五毒世界。这个五毒世界的众生伊的修行本身拢是福报，本身拢福报啊！所以这个五毒世界，你来修行的人一定要加强伊这个福报，一定要加强伊福报。所以要加强伊这个福报咧，记住，所以伫六道内底有你的祖师就讲，咱知影六道就是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伊家好禅定专家化精为动，处理行功，处理律德，处理行善事，这类的累积你的福报，这就是祖师伊修办到一个真特殊的方法，伊真特殊的一个风格啦。所以咱今仔日咱万岁教人讲，伊来起来做一寡善事，会叫人讲，伊讲起来处理大人，伊讲起来处理款事，有伊相当的。根基所以咱也知影了咱袂啥，伊做这工作是，这个祖师伊有吻合祖师的本来，所以咱做了啦，会真自在，做了真欢喜，所以做了就真圆满。所以即马不管讲党政各界，既然一般都是种真肯定、真赞叹。为什么呢？有真个足怀疑的亲像迄一天。刚才大家几个教授带丹麦、挪威、几个外国的这个教授去咱动物中心访问，伊看到迄个场面遐尼大，伊看到咱迄个这种情形，伊就问讲：恁伫这服务的人心死安怎法？第一去考虑你心死安怎法？咱拢甲伊讲，原对人完全义工，牺牲奉献。因对听到这点了后，马上记起来，足肯定。因为咱一贯道大家，伊就是讲。
牺牲的方面，这样我都做到这样完全啦。你若讲一天1500呢吼，咱人的。